来做礼拜前的祈祷。上帝啊，阮的心静静听候你。愿圣神即时就运行伫阮的中间。上帝啊，你已经看见全世界拢落伫 COVID-19 的扰乱中间，阁有一个国家战争，人民非常的痛苦，经济嘛一直无法度有一个好的发展。主啊，阮何等需要你！求主你，互阮伫即个混乱的世界中，互阮的心即时会当安静伫你的面前，互阮会当美伫你的膝骨下面，互阮搁再担着堪你三角斗阵迄个甜蜜。愿主你来祝福今仔日规场礼拜的服侍当中，无论是圣歌队，或者是招待的当中、PPT 的当中、司琴的当中，每一个当中，拢求主你来祝福扶持。愿阮每一个人的服侍，拢会得到你的欢喜。甚至阮来做礼拜每一个，阮嘛是咧服侍你。愿你接纳阮每一个人的全人，阮的身心灵，拢要来受到上帝，你搁再一摆来甲阮更新换旧。主，阮感谢你遮尔疼痛阮，愿你互阮会当真实感触到你对阮的疼。互阮今仔日的礼拜，空空的来，却是满满转去。阮搁再一摆，将规场的礼拜，恭恭敬敬交伫主你的手里。愿主你今仔日搁再透过这个礼拜，对你的百姓讲话，祝福你的百姓。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全地拢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着出大声，欢喜唱歌学乐伊，着弹琴唱歌学乐耶和华，着弹琴和诗歌的声学乐伊，用号头甲扫角的声，伫君王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，兄弟平安。这是咱三个来吟诗学乐上帝，圣诗47首，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。圣诗47首，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，请起立。请坐。这是咱三个来祈祷，跳堂阮的天父上帝，万军的耶和华，你是即马伫地、早伫地、将来伫地全能的主。这时，我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谦卑来敬拜你，恳求圣神，这时到阮伫地。拍开阮的心门，来领受上帝的话。愿上帝的话加做阮的气力，带领阮来跑走人生的道路，嘛加做阮生命的石盘，互阮会当坚定阮的信仰，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，一生甲主相结连。主啊，阮即时谦卑伫你的面前认罪悔改。有时伫无意中来得罪上帝，亏欠上帝荣耀，恳求圣神赦免阮所犯的罪。阮若认阮的罪，你是真实公义的，要赦免阮的罪，洗清阮拢总的不义。主啊，阮要为着台湾的疫情来祈祷。这几天，台湾确诊的人数愈来愈多，求主来怜悯。掌权伫台湾，
互疫情会当真紧来得到控制，人民的生活嘛会当真紧来恢复正常。特别是儿童要开始来注射疫苗，细汉囡仔的健康，拢是阮所烦恼的。主啊，我们恭敬交托仰望伫主你的圣手，求主来保守来看顾。互百姓伫台湾，你所守护即个水的土地生活的时，拢有对主来的平安甲喜乐撒甲伫地。也为着阮中间身体有病痛兄弟来祈祷，愿主来医治，透过医生的治疗，互因的身体会当真紧来恢复健康，会当转来到阮的身边，撒甲来敬拜你。也为着心灵忧伤的兄弟来祈祷。愿属下对你来的喜乐，甲因撒甲伫地，互因的性命来得到平安。也为着失去亲人的兄弟来祈祷，愿信心安慰，互因会当行出悲伤，继续来跑走人生的道路。也为着阮的教会第三子新庄所照顾的长辈来祈祷。愿主照顾因身体甲心灵的健康，嘛保守所有事业体员工身体健康、出入的平安，营运嘛会当真顺遂，嘛会当透过牧师的牧养，会当互更较侪无熟悉你的人，拢有机会来认识你，互你来加做因生命的主。主啊，阮嘛要为着今早起正道的洪牧师来祈祷。阮的孝亲牧师会讲道，愿信心甲阮的孝亲牧师伫地，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帮助。主啊，阮的祈祷无够也，阮爱用主教是阮的主祷文，三甲来祈祷。愿你天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吃，你的日亲自入去里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。亲像阮会条下底互阮的人，都听从阮的指示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这是咱们三个来启应，启应文22篇，就是诗篇103篇。启应文22篇，伫咱的圣诗后面33页的所在。圣诗后面33页的所在，启应文22篇，咱三个来启应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，用好米祝你的生源。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，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，东离开西有偌远。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？因为伊知咱的体质。论到人，伊的日子亲像草，经过风一个吹就无去。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，对永远到永远。
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。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，恁才会有大权能的提赛啊，听伊的声。哦，抱歉，听伊的声，食伊的命令的，拢着学老耶和华。恁一切受伊创造的，伫伊所管理的单位，拢着学老耶和华。即时，要请圣歌队带咱来学老上帝，伊要因的诗歌时，咱着来吟上帝的歌。
咱要专心来服侍主，感谢圣歌队用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，愿一切荣光归乎咱的上帝。这时，咱要三甲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启示录第3章14节到22节的所在，伫现代中文译本383页，台语汉译本285页的所在。14节，你着写批互罗德加教会的题材，讲，迄位阿门就是忠实可靠的见证者，迄位上帝创造的君王。安尼讲，我知你所做的，我知你无冷无烧，我颠倒爱你是冷也是烧。16节，因为你像拿轮烧的水，无冷也无烧，我要对我的喙甲你配出去。你讲我富足好业，拢无欠缺，总是你毋知你家己是偌尼啊悲惨可怜。你善食失明，搁赤身肉体。18节，所以我劝你用我买锻炼过的金，通互你富足，搁要白袍来穿，通也看你迄个通见效的烫体，嘛要目药来抹你的目睭，通互你会当看见。19节，对我所听的人，我拢责备管教，所以你着热心，着悔改。听啊！我徛伫门外拍门，若有人听见我的声来开门，我要入去，我要甲伊做伙食饭，伊嘛要甲我做伙食饭。21节，遐会得胜的人，我要赐特权予伊，伫我的宝座顶甲我同坐，亲像我已经得胜，即马甲我的爸坐伫伊的宝座顶一样。22节，信心逐教会所讲的话，有耳孔的拢着听。以上，愿上帝祝福愿意听伊的话，搁安尼来行的人。这是咱们请所敬听的洪秀清牧师来传讲信息。今仔日要传讲的信息是：真侪得胜的基督徒，真侪得胜的基督徒，请大家恭敬的心来领受。咱三个来祈祷，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搁再一摆谦卑来到你的面头前，求你保守台湾这块土地。主，你知影伫昨暗台湾的疫情的病例已经突破15000人。阮嘛知影安尼病例继续会搁往顶面去行，你甲阮的经济一直拢无法度恢复正常，物价也一直压悬，造成生活搁较困难。主啊，阮非常的需要你大能的手来引带阮头前的路站，互阮伫即个过程中学习会晓安静伫你的面前，学习过即个过简单朴素的生活，用搁较侪时间牵厝的人斗阵，互阮伫即个扰乱的世界中，互阮的心中永远有平安。今早起，求你搁再一摆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互阮，互阮行应该行的路，是一条得胜的道路行去。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恁今日会当来到遮。某一方面来讲，恁已经得胜恁家己，无伫咧厝里无想要出来，所以有当下咱的肉体常常会叫咱敢有需要安尼？但厝嘛是袂歹啊，吼！
当然伫厝里嘛是真好，但是来到教会，迄个属灵属灵的气氛，佮还是无相款。愿上帝今仔日大大看咱三个弟弟。今仔日咱要讲的经节是记载伫个启示录。启示录的重要性，毋是讲伊是落尾一本安尼重要而已，伊是上帝启示互耶稣基督，叫耶稣基督甲天使讲，叫天使爱去吩咐约翰使徒将伊写落来，佮再甲7个上顶的教会来劝勉。当然，咱人对创世纪知影，这个宇宙含人是按倒位来，但是人的结局要往倒位去，这嘛是非常的重要。若无咱会感觉，咱的人生茫茫渺渺。所以创世纪非常重要，启示录嘛是相款的重要。启示录的重要，伫个启示录第1章的第1节就安尼明明甲咱讲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就是上帝赐予伊，叫伊将要来成的事指示伊的正仆人，伊就找使者去甲伊的奴仆约翰讲，叫伊写落来。咱知影耶稣伫个2000几年前，伊就第一摆来到世间，咱来庆祝圣诞节，就是咧感谢耶稣为着咱的罪出生，真侪人来受苦，佮为着咱的罪死伫十字架顶，死3天了后，佮活上天。但是启示录甲因讲，耶稣伊要佮再来，当伊佮再来的时，就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，嘛要佮再互得胜已经死的基督徒佮再活起来，堪伊做伙治理伊的国度。启示录毋是讲互毋捌耶稣的人听，或者是无洗礼的人听。启示录是要讲互咱每一位洗礼过的基督徒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，主要就是在讲老底嘉教会。但是咱要知影老底嘉教会以外，咱嘛爱知影上帝要阁有透过耶稣基督，叫约翰写落来7个教会因的问题。这7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、苏美纳教会、伯加摩教会、推雅推拉教会，以及撒狄教会、腓拉铁非教会和老底嘉教会。这个教会问题，事实上，咱若有去读圣经，咱就知影，现今的教会加加减减，拢有这个教会问题。但是有当时你读你会感觉，有的教会亲像这间，有的教会亲像迄间。今仔日老底嘉教会嘛亲像某一个教会。先讲，我讲启示录是写予咱每一位基督徒，因为伊不断在提醒这个信徒，爱不断的悔改。伊甲教会讲，就是爱教会改进，爱悔改。因为咱毋是干那洗礼得救，安尼就好啊，就无一定无需要去教会啊，毋免认真读经祈祷。如果咱无甲这个信用了掉，当咱拄着困难的时，咱真容易就搁转去原来习惯，去拜原来迄个神明。或者是对别人讲，对一尊搁较高，咱就去，搁对人去算命卜卦。那安尼，迄个洗礼对咱就失去效果，因为咱已经甲家己搁归服别个神明去啊。
这个亲像讲，一个人伊好不容易考到一个大学，伊也去报到，也去注册，但是伊就是无想要去上课，安尼无可能得到老师要教伊的学问，嘛无法度摕到迄个毕业证书，嘛无法度成做迄个学校的学生。最近我看到一个 line， 互我真大的提醒。我甲伊合作灵魂的基督徒，伊写讲，一个基督徒若有信心，但是伊无行为，安尼是灵魂。伊有洗礼，但是伊无改变，无顶头生，嘛是灵魂。有足侪知识圣经的财物，但是无听心，敢若晓批评，安尼嘛是灵魂。有真侪上帝予伊恩赐。不管是唱歌，或者是逐个人的恩赐无共，但是伊无甲伊发挥出来，无甲伊摕出来用，安尼嘛是灵魂。真够祈祷较真水，真感动人，但是无交托，安尼嘛是灵魂。有认真咧读圣经，但是圣经是圣经，我是我，圣经讲的。我做我的，安尼嘛是灵魂。真够唱歌学乐，讲学乐上帝的话，但是有喙无心，安尼嘛是灵魂。当圣神甲伊提醒，伊感觉讲啊，我真正毋对啊，但是我无想要改，我就是这个个性。有认罪，但是知影毋对，但是。我无要改，安尼嘛是灵魂。上帝感动伊，你是毋是今仔日会当去帮我关心一个什么人？或者是讲你是毋是今仔日会当来斗搬伊倒啊？有这个感动，但是我无爱，无要顺服，安尼嘛是灵魂。我看了这篇，还佫有其他的，我嘛真大的反省我家己。咱是个基督徒，毋是干那得救就好啊！上帝其实是要祝福咱更较济，但是这个祝福是爱咱付出代价，得胜的人才会当得到。所以上帝嘛透过圣经天使，不断的甲每一间教会吩咐，就是PPT 写的圣神人教会所讲的话，有耳孔听的就应当听。这个话毋是干那对教会讲，嘛是对咱每一个人讲，是对你对我讲，因为咱嘛是拢是教会。所以，咱用一点仔时间，安静来想，到底我信主偌久啊？我信主到即摆，我有改变吗？有时阵，别个人看咱更较清楚。我嘛看过教会做兄弟姊妹，洗礼前含洗礼后，真正无相像。洗礼前，伊的面非常的优秀，你真学伫看到伊有笑容。但是洗礼了后呢，你看到伊一直变，愈变愈喜乐。这就是上帝伫咱的生命内底一直咧甲咱改变，咱嘛得爱跟上帝同工。咱人爱知影，咱是对倒位来，咱是上帝所创造的，嘛爱知影咱的结局是要往倒位去。上帝是安怎看咱的一生？所以，咱若继续读启示录，咱就会当看见，聊聊看见迄个未来，迄个世界。因为启示录21章，约翰有安尼写，我来读互大家听。伊讲，我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真正的天地过去啊，海也消无，上帝要拭去因每一滴目屎，无搁再死亡，无搁再悲伤、啼哭，或者是痛苦。
以往的事拢过去，啥像的调节是用各种的保障来装塔。所以你想一个无病痛、无目屎，迄个所在佫拢是保障，是偌尔啊水的一个所在。咱对顶礼拜有一个兄弟说咧，伊讲伊的爸爸蔡根源长老，伫个要癌症要过身之前，伊看到伊爸爸无惊吓，伊会亲像伊已经看天，看到伊未来要去的所在，是遐尔实实在在存在。伊就欣赏即个上帝，诚做上帝的囝儿，所以伊就对伊的老爸骹步来洗礼，诚做基督徒。所以，咱对正圣道的见证，咱就会当相信，未来迄个新天新地是值得咱去期待的。讲到今仔日，咱所读的这个经文，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启示耶稣基督，看约翰写出来这个7间教会，伫亚细亚地区这7间教会的问题。咱今仔日敢若要来看这个罗底加教会，这7间教会其实毋是每一间拢无好，其中有2间教会，苏美纳和菲拉铁菲，嘛是互耶稣所恶落着的。但是今仔日这个罗底加教会呢，因是抓准因家己是非常有钱的，因所看的代志嘛是拢对的。但是徛伫耶稣看因的角度来看，因却是双向的。耶稣是徛伫属灵的角度来看，但是这间教会已经熬到有钱到，毋免有耶稣，因犹原当做真侪闹热的活动。咱若对经文的20节，伊写讲看我徛伫门外拍门，是安那耶稣需要徛伫教会外面呢？耶稣毋是就是教会的头吗？咱对这个经文，咱就会当去反省，是毋是教会常常伫咧不知不觉，已经将耶稣撒出去门外，或者是讲耶稣所讲的话，因已经听袂到啊。所以因有钱啊，因会当做足侪世界在做的活动啊。但是对伫上帝的心意，上帝所喜爱的代志，因检采无趣味，嘛无想要去做。所以伫个经文讲，罗底加教会亲像无冷无烧的水，耶稣想要将因按喙推出去。这讲的是啥物？就是讲，因对上帝国的代志较无趣味，甚至就是经文咧讲安尼，有也好，无也好，总是办甲足闹热，亲像真火热的一个教会。但是却是外表闹热，内底属灵是空虚的。因讲因看到代志，拢看甲真清楚，但是耶稣却讲因是青迷，这拢是按属灵的角度去讲的，毋是按真正因看到这个世界的代志。所以这对咱嘛是一个真大的提醒，尤其是咱资深的基督徒，有的人检查已经信主50年，咱爱非常的细致，伫咱的信仰内底，咱有继续进步无？或者是咱相款亲像罗底加教会，会晓做真侪活动，但是耶稣无伫我的内底。咱较爱的是迄个名声地位，
这是咱今仔日爱细致来思考的问题。当然，按得救到得胜是一条永远的道路，一直到天主的面。咱毋是洗了，就马上按0分变到100分。伫这过程中间，就亲像《天路历程》迄本册写的，有时你会跋倒，有时你会落落去灰心潭，有当时你会互怪家，总是这条道路毋是遐简单行。但是咱爱逐日拢恳求圣神，含咱三角地地，透过读经祈祷，互圣神来更新咱，互咱会当渐渐改掉咱的歹习惯，会当将耶稣基督迄个好的品行做踮在咱每一个人的内面。安尼就是一个得胜的过程。咱的得胜，毋是敢若灵魂得胜就好，因为咱人有灵魂体、灵魂体，这是环环相扣的。当咱的灵伫咱洗礼时，透过耶稣基督的保护，就甲咱洗清气。但是咱的魂若无去改变和清气，咱会甲咱的魂，搁再甲咱的灵，搁用拍拉散，甚至影响到咱的体。灵是上帝予咱的，伊对咱分一口气，是会当堪上帝交陪的。灵是爱透过咱常常较无近我上帝，读经祈祷，付出代价，分别时间出来给上帝，才有法度得到的。咱若无常常安尼，甲咱的信仰扎根，该互伊搁较清楚。咱的信仰若无清楚，咱拄着困难的时，咱就尽容易去倒转原来你的信仰内底，原来的生活模式内底，你检测就会互朋友搁再带去算命，还是现农民里行这行迄，搁转去原来迄个生活。所以咱的灵需要看上帝，常常有交陪。灵我真正真歹解说，总是我有看过，有一个姊妹伊信主了，伊甲我讲，伊讲过去伊真够超烦恼东烦恼西，行这行迄啊，但是信主了后，伊感觉上界宝贵的就是平安。所以逐摆若伫教会听到人讲平安，伊就非常的温暖，有满足的感觉。灵我真歹去讲伊，总是我若讲良心或者是第六感，我这是不是毋对？但是会当互恁稍微去揣摩，就是那种的感觉。灵是上帝看咱交陪得用的，咱若要互咱的灵性会当较勇壮的，咱就爱常常24点钟哦，毋是7:15嘛，毋是透早一到永暗，常常看上帝结连，亲像葡萄树枝连伫葡萄树相款，安尼连咧。其实是袂当叮当的，你若叮当小可闭去，迄养分就会无办法100%吸收。所以，看上帝做伙是爱非常的安静，点点来吸收上帝予咱的营养。讲到魂，不但得救，嘛爱得胜。当然吼。耶稣基督保护甲咱洗清的时，咱的思想魂是思想意志含情感，毋是马上会当改变的。这是爱付出真侪困难含时间，一点仔一点仔去突破。
如果咱无认真面对咱毋对的想法，含价值观的时，亲像咱应该爱饶下，咱毋肯；咱应该知足，咱偏偏要去谈论；咱爱诚实讲话，咱拢感觉讲白菜较快，毋免想济。有当时啊，咱个过头骄傲，拢看人无起，等等，才会咱若甲伊掠掉掉，真容易会互咱造成咱身体会无爽快，甚至暗时啊困袂好，因为咱气这个人啊怨恨迄个人啊，看别人拢比咱较好，等等，咱若无甲伊交互主，咱就容易困袂好。头壳痛，胃无爽快等等。透过圣神不断咧甲咱提醒的时，我知影这嘛无简单做。总是咱会当祈祷恳求上帝帮助咱谦卑承认，甲上帝讲：主，我知影我遐无好，总是我一时要改，我改袂过来。你是毋是会当帮助我？如果咱会当有安尼决志，我相信圣神是愿意帮助咱脱离遐个罪恶和痛苦，因为耶稣来，伊是要互咱得到自由的。一个怨恨人的人，伊是无法度得自由的；一个贪恋的人，嘛无法度得到自由的。因为因着亲像啉迄海水相款，哪啉就哪喙干。伫我的牧区内底，有几落兄弟姊妹，我看因的生命的成长非常的水，因有真好的品格，伫到因的公司嘛一直甲因升起来做主管。但是伫最近这几冬，经济大变动，有的兄弟甚至公司有甲伊讲，可能我无法度继续用你。总是过无偌久呢，另外一个主管来甲伊讲，你是毋是换过来阮这个部门？所以我就看起上帝的手，伫遮的愿意，常常对付家己软弱的所在的兄弟姊妹，因为因的好的品格，互伊公司的主管看到啊。所以咱的魂、咱的思想意志，含咱的情感，咱嘛袂当轻忽他，袂当无去注意伊。咱来常常去思考，咱来想，耶稣有欢喜无？咱来做，耶稣会伤心无？再来讲到这个体的得救和得胜。你来甲我分一下祖宝。你讲无爱，安尼你就凭主较大，所以主既然是咱的主，咱就爱听候伊的吩咐。咱的身体嘛是爱尊主最大，爱好好去顾惜伊，疼惜伊。咱来照顾咱身体健康，毋通做暗光照，嘛毋通食一寡无健康的食物。爱甲咱的环境用得较清气、较整齐，安尼较袂去污染吼。嘛爱运动等等，特别即摆即个时期爱做好防疫的措施。咱爱常常注意圣神有对咱什么提醒无？讲到这个身体顶面的德性，我就捌听过有一个兄弟，伊非常爱食薰，伊真正无法度改，伊就毋敢来洗礼。总是真侪人甲伊鼓励，伊讲圣经有讲，凡事拢通做，总是无一定有利益，所以
上帝并无讲食薰你就袂当洗礼，后来伊来洗礼，请出咱的兄弟。上帝怜悯嘛，临到伊有一摆的圣诞节，伊突然感觉即个薰的味真无好，伊开始讨厌即个味，无爱即个味。对迄摆开始，伊就完全无搁再食薰。我想，伊即个德性是真值得学乐，而且对伊以后的身体拢是有利益的。讲到德性，咱应该爱有什么态度，咱才有法度会当得胜呢？第一，咱一定爱认捌咱的上帝。如果你无认捌你的上帝，就亲像你买一台电脑，你毋知伊内底有偌厉害，这是对咱上界大的亏欠，上界无彩。但是你当然，我安尼比评是天堪地的比评，上帝的傲堪伟大，实在是咱人拢敢若会当知影一点点安尼尔。所以咱去认捌咱的上帝。认捌伊所讲的话就是圣经，因为咱人嘛常常因为无知来灭亡，所以愿咱每一个已经进入伊的国的人，拢毋通失去上帝遮尔宝贝的祝福和保护。亲像伫疫情中间。就是咱典型基督徒上介好的时阵，当咱若为着大家人的健康，包括家己，咱好好啊做防疫的措施，毋好互咱家己去染着迄病，这嘛是敬畏上帝的一部分。但是如果咱毋是故意的，无小心，或者是工课需要，咱来染着这个病的时，咱嘛顺服、欢喜、快乐。就亲像传道书讲，生有时，死有时。嘛亲像保罗讲的，不管是活的、死的，伊拢感觉非常的好。伫地面中，伊会当服侍上帝；伫天灵跟上帝做伙，拢随无比的代志。基督徒就是有这种的自由。所以，咱若愿意顺服伫上帝的手里，其实你就袂有真侪惊吓，因为你会知影讲，不管是安怎，拢是上帝对咱上界好的安排。上帝期待咱，毋是干那得救尔。咱是爱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有影响力的基督徒。要做安尼基督徒，咱嘛需要有第二个态度，咱爱有一个会当听人甲咱劝勉，圣神甲咱提醒，迄个耳孔，堪愿意改变的心。因为咱爱相信上帝是听咱的。伊会责备伊所听的，所以换一句话讲，你若伤过久，无互上帝甲你责备，或者是你心内拢无任何会感觉亏欠，有时咱真正爱说字，咱是毋是咱的心已经渐渐地冷去啊？咱会愿意对上帝透过圣神甲咱的提醒来反悔。如果咱常常上帝若甲咱讲啥，咱拢毋肯听，过来咱就会变做亲像臭耳人。咱的预设立场，一讲即句话，我就是无听到。安尼时阵，毋是上帝无听咱，无爱甲咱讲，是咱家己已经先甲上帝和耶稣拢杀出去啊！过来，毋是上帝毋讲，是咱家己都已经臭耳人啊！第三点，咱爱交出咱的主权，
因为咱既然讲主耶稣是我的主，咱来搞出主权。就一个故事安尼讲，有一个少年人，伊买一间豪宅，是2层的，1楼有5间房间，2楼嘛5间房间。有一日主耶稣来到因兜，甲伊弄门，叩，伊就开门，一看到耶稣，伊非常的欢喜。伊讲：哦，耶稣，你来啊！耶稣讲：是，我想要来住恁兜。伊就讲：哦，耶稣，欢迎你来住，我甲阮兜2楼迄个上大间，哦，上好的迄个家具的迄间，互你住。耶稣就搬去迄间住。过一天，门口有人来敲门，叩。伊去开门，哈，是魔鬼。伊无论如何，伊都袂使互魔鬼入来，所以伊就看魔鬼伫遐演啊，演到下晡时，好不容易，甲魔鬼杀出去。伊就足伤心的，伊讲：耶稣，啊，你伫阮兜，你哪拢毋肯来甲我帮衬？耶稣讲：因为你敢若互我楼顶迄间房间，所以我就伫咧遐。吼，啊！这间厝要个是你的，你有主管。伊就想的，啊无，我甲2楼拢互你，耶稣我2楼互你，啊我1楼我来处理。过一天，又搁有人来敲门，砰！哦，伊即摆惊甲要害咧，伊就想我即摆绝对袂使开门，我吼按迄锁匙孔来看就好，伊就。按迄锁匙孔一看，伊毋知影魔鬼的厉害，一看不得了，迄个魔鬼的按伊一看是就撞入来因兜啊！伊就又搁伫遐看魔鬼车拼舞到暗时，大力赶小力赶，好不容易佮甲魔鬼赶出去。伊就足伤心，甲主耶稣讲：主啊，啊你伫阮兜哪拢莫来甲我帮衬啊？主耶稣讲：我敢若伫楼顶啊，我的所有权伫咧楼顶啊。尾仔伊讲：安尼好啦，主耶稣，我甲即间厝拢交互你，互你做主人。啊，你互我住伫真内底。耶稣讲好，就安尼过工，又搁有人来弄门啊，又开始弄啊乒乒乓乓。耶稣就慢慢啊去到迄个门遐，该开。结果然又搁是魔鬼。魔鬼看到耶稣了。是讲啊，是的，我弄了毋着惊啊啦，就安尼来离开伊。这个故事甲咱讲啥物呢？这个故事甲咱讲，遐足侪房间就是咱的软弱，含咱的黑暗。咱常常伫迄这黑暗的内面，咱毋肯见着光，咱毋肯互主耶稣入来咱的内面。咱敢若画一个所在讲，耶稣。你踮遮就好，其他我来管。所以咱有当时啊，就安尼甲咱的人生用了，袂足舒适，袂足和谐。所以咱第三爱交出咱家己的主权来。基督徒毋是得救就好。基督徒，咱爱一生追求得胜。过去，咱的歹的习惯，咱的价值观，咱的烦恼，拢会因为耶稣来改变。过去，咱检查看别人袂好势，感觉别人。无咱遮聪明，或者是常常看到别人突切，咱就真快乐；还是别人讲毋对话，咱就感觉啊，这个人哪会这个行？但是信主了后，当下上帝就会甲咱启示，咱嘛是50步跟100步的差别。咱嘛相款的突切，咱嘛相款有愚公的无小心的时阵，当安尼时。对，互咱拿来难谦卑，互咱会当选择一个愿意
谦卑、诚实、饶恕、勇敢等等，活出耶稣基督款式的人。今仔这张批，毋是干那写互罗底甲教会，即个有钱的教会，但是写互你含我。原来每一个人拢会当随时含上帝保持好的关系。当咱若愈倚近上帝时，魔鬼就离咱愈远；当咱若离开上帝远远的时，无小心咱就互魔鬼吞食落去。所以愿咱拢对主讲：我愿你来，搁较愿意你看我，我看你三者道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伫即个混乱的世界，看起来要到一切顺利，犹阁毋是3年、2年就会当结束，甚至会变化安怎，阮无人会当知影。求主你帮助阮，常常将阮的心放伫你的面前。常常互阮来倚靠你，互阮会当度过世上一切的艰难，互阮会当看赢迄个歹，超越一切烦恼。求你将平安赏赐互阮，互阮无搁再倚靠听世间人的话语建议，或者是所谓高人所讲的。互阮学搁较济学习来听你的声，阮咱的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这是咱撒迦利因诗回应上帝听，圣诗321首。万国万人拢有一解，圣诗321首，万国万人拢有一解，请起立。
请坐。这是咱的备办生做伙来奉献。请起立。咱三个来祈祷，贴堂阮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守护阮万行拢到业，互阮的一生恩典满满。只是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时间、阮的全人来互主用，求主来接纳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坐。这是咱三个来关心教会的圣工，伫咱的周报的所在，伫咱的荧幕的所在嘛有简单来做一个报告的事项。首先就是咱伫即个疫情的当中，若是讲恁的身体有无爽快的所在，还是讲有感冒的感觉，若是讲你有甲确诊的人，有接触过的人，伫矿列内底名单的兄弟，会当伫厝内休困，礼拜时阵参加咱的线上的礼拜。嘛，请咱的教会兄弟会当配合咱的指挥中心，下载台湾社交距离 APP， 会当来随时来观察咱的身躯边有确诊的人无，嘛鼓励咱的兄弟会当尽量来完成3档疫苗的注射。
这刷一个报告事项，就是本礼拜特别的事工。本主日是本会咱的教会所定的社会福利事工的宣告主日。希望咱的兄弟会当共同来关心咱的教会伫安养中心，有三支分堂，以及咱的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，以及咱的新增迄个所在，咱的牧区的牧养，以及咱的教会所设立的视障关怀基金会所做的所有的社福的事工。希望咱的兄弟会当来关心、带导，嘛会当参与。事工内底所需要的服侍以及奉献，请兄弟来注意。来继续来咱关心的事工，就是本主日嘛是咱总会所定的青少年的事工的纪念主日。希望咱兄弟会当关心咱教会的青年，伫教会、伫学校，还是咱的出社会以后，伫咱的职场以及家庭的信仰的生活。万鼓励咱厝内底少年人、青年，做伙来参加咱教会的服侍，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呼召。特别事工的报道，就是咱的疫情的关系，咱对后主日开始，咱的儿童主日学的课程改做线上的聚会，就是讲咱的教会无实体的儿童主日学的聚会。儿童主日学聚会拢改做线上的聚会，请兄弟嘛会当来注意。咱的礼拜时间原来是照常，嘛恢复，当时会当恢复咱儿童主日学的实体的聚会，会伫咱的教会的官方网站，咱教会少年教会的网站，还是讲咱的周报顶头拢会写，嘛希望咱的兄弟会当来注意。好。咱煞再来看，咱的即马后礼拜就是母亲节，所以咱的教会嘛有准备母亲节的庆祝的活动。首先就是咱小等礼拜三，咱会当伫咱的外口的所在来写一寡祝福妈妈的话，还是妈妈会当祝福咱厝内底咱的家人的话哈，咱的囡仔的话，拢会当写伫咱的祝福卡顶头，会当互咱的同工会甲你的留言祝福的话，搭伫咱的礼拜堂外口的所在，吼，这是头一个活动。那第二个活动就是讲，咱嘛会当用翕相的方式，咱的同工会甲人录影，咱嘛会当翕相，还是讲咱厝内底有甲妈妈翕相的相片嘛会当摕来教会，写一寡对妈妈感谢的话，咱会当伫咱的礼拜堂外口嘛会当来做一个安尼消息的张贴，互咱每一个人兄弟都会当看到咱对妈妈的感谢，会当彼此来关心咱的妈妈。好，煞只要来报告的代志，事工是搁另外一个活动就是讲，咱的集体关怀所在，恭喜咱的本会的会友康兆福兄弟，就是康伟公长老甲洪秀清牧师的后生，要甲郭静怡姊妹伫后礼拜六5月14号下晡2点半，伫济南教会来举行结婚感恩礼拜，欢迎兄弟会当来参加观礼，愿上帝祝福新人。好，煞只要来报告一件代志，就是事工，就是咱的教社委员会本来5月7号有一个艺文比赛，嘛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要来延期。还有咱的妇女团契，本来伫5月7号就是下晡要举办的音乐会，嘛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要举行的时间另外公告，所以5月7号迄天音乐会要暂停，时间还未确定会过来公告。煞只我要来补充报告一项代志，就是集体关怀的部分。咱本会的会友洪宇芳姊妹的妈妈洪玲丽女士，伫4月27号安息，定伫5月17号下晡2点半，伫邦桥的新月大楼的1楼来举行公祭，请兄弟来关心带导，愿上帝安慰伊族。以上报告事项，若是无报告的，请兄弟会当来看咱周报顶讲的信工，会当来关心教会所有的事工。这是咱要请咱的洪牧师来牧养带导。
大家平安。首先，请问到今仔日第一摆来到咱教会聚会兄姐，安尼咱做伙来祈祷，听从世间人的天父上帝，阮搁再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将阮教会的肢体有亲人死失的，求主你安慰因、扶持因，互因接续后事拢会当办理一切顺利。愿你的听，堪因规家伙同在，互因搁再一摆享受厝里的人三角斗阵的喜乐。主，我嘛要将病痛中的兄姐，今仔日无法度来到教会的，拢交伫主你的手里。愿主你为因安排好的医生，有好的治疗，互因会当紧紧转来到阮的中间。恳求主，你嘛伫个疫情的中间，保守阮所有的兄姐，一切拢平安伫厝里，嘛会当得到耶稣你的陪伴，嘛会当互阮互相若有想到对一个兄弟或者是姊妹，阮嘛愿意用主你的听来敲电话关心遐个弱势的兄姐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阮济济，愿阮嘛会当将你所赏赐阮的，搁再去祝福搁较济兄弟姊妹。愿你感纳阮每一个愿意谦卑伫你的面前学习，要安怎来赢过阮家己的软正。愿你来祝福阮有一个愿意的心，你就来帮助阮，直到阮成功为止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恳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这是咱三个来人刷会诗歌，圣诗514首，搭配刷会求主赐福。圣诗514首，搭配刷会求主赐福，请兄姐起立。耶稣基督得胜黑暗权势，含死亡的溃烂，以及伊救赎的恩典，以及天父听咱的大听，永远无改变的听，含圣神的相通提醒，含安慰鼓励咱，一直到恁祝福恁，直到永永远远无散。阿们。
请坐，默祷声阮拱手齐恳。